Hello， 大家好，我是国贝，又到复习来的时间咯。出去了的时节，大家要注意3件重要的事情哦。那3件事情呢？第一啦，就是有强强的风景可以看。第二呢，就是有特别的电路可以买。第3件事情啊，就是一定要有好吃的美食可以吃，顾一下肚子咯。讲到美食啦，人哋来到6地来了的时节，大家一定想讲有哪条好吃的呢？就像面扒板啦，也是米做的板是拢当有名哦。讲到晚饭，大家会想到乜嘅呢？冇唔錯，講到晚飯就係豬卡、豬腳咯。講到豬卡、豬腳，大家也一定會想到屏東嘅晚飯。晚飯同豬腳兩者之間，親像分唔開嘅呢。到底係有樣般嘅故事，會把晚飯變做豬腳之鄉呢？今晡日啦，我就特別邀請到在地嘅晚飯妹嘅來到現場，同大家來紹介一下晚飯豬腳嘅故事哦。今日呢，我哋繼續來分享我哋嘅晚飯妹嘅講義吧。分享講義。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晚飯林家豬卡第3胎嘅接班人林嘉怡。今晡日呢，我歡喜來到富喜來嘅一個節目，來介紹我哋晚飯好食嘅豬卡。哇！分享可以來到現場看到我哋等一下一定有好吃的東西可以吃咯。不過喺食好吃的東西之前還要先來請教講義一下。我哋都有聽到講，人都開豬腳都更加已經第3胎啊。哇！第3胎都更加地步，應該有千多嘅故事。順勢可以來紹介一下，到底晚飯同豬腳到底有乜嘅關係咯？講義，按你嘅話，人最頭下做乜嘅會買豬腳啊？這時節是阿婆調我哋晚飯嘅市場，先買板呢，米切木米粉，各種板客家嘅美食。裡面買人下路想講，嗰種搶食板呢唔到會飽。阿婆路想講，喺冇路批乜嘅肉好誒，來攞乜嘅肉來批，像嘅鹹菜排骨湯啦、炒太蟲啦、客家小炒啦，喺冇路客家鹹豬肉，喺冇豬蛋乾。客家人清好食豬肉，鳳肉嘛係，裡面對阿婆路想講喺冇加入撈豬卡吃看咯，路先撈1支2支，伴我爸爸吃看咯，食唔可以查，唔過嗰種豬卡冷氣嘅時間咪是個太唔是，你想講喺冇做乜嘅醬嚟蘸看啊，你講酸條裡面用酸條調油落一些糖，落蘸埋去咪是唔可以炒哦，你安尼來嘅。原來有個豬卡會蘸有個酸頭醬嘅，係對唔能來嘅哦。反正我都想講，有個萬年厲害，想到要做有個醬幫人哋蘸有個豬卡，甚至於講唔是蘸嘅豬卡啦，蘸其他嘅東西也可以好。批有個醬可以是千多碗飯呢。按你講嘢，嗰當時阿婆哋吃從去買嘅時節，喺呢度會顧家庭嘅生活錯冇？會賺錢，呢度會賺錢。做生意呢？嗰時節阿婆有一道嘅生意呢？量嘅來嘅，量嘅冇嘅。中式嘅。嗰時節盧卡還有港片嘛？冇，嗰時候冇港片，嗰時候將會來做一個生意來順勢照顧一個家庭。傳到後時面人盧卡喺豬腳到底有用辦嘅理念嗎？阿婆有同人講冇？阿婆一路該好客，阿婆路對待客人像親人、像家人一樣。一路豬卡路想講本大家食到好食的飯呢，好食的東西，好食的豬肉安尼。就是健康又好食，也可以係阿婆嘅理念，錯冇？都更加人係遵守着阿婆一個理念，嚟繼續嚟經營一個盧卡嘅豬腳。唔過人盧卡豬腳，我記得迄個慢慢嘅主角節，人講嘅豬腳嘅方嘛頭有講到係吃蟲嘅方，乜嘅時間辦到嘅嘢啊？你之前慢慢吃蟲，阿婆一開始鐵吃蟲嘅，裡面嗰種蘑菇一多年吃蟲如果係數貴嘅，阿婆你囤嘅一本殺嘅開啲買囤嘅政府買起來，你做嘅我哋以前嘅舊嘅店面，裡面嘅店面坐你嘅唔拉擺坐嘅，嗰種鐵細間嘅，對面拄好有你鐵買鐵嘅，阿婆你買起來，裡面會鐵對面。伊哋個太夾，伊寫是啲點嘅安尼。你悄悄咪細啲入更加嘅味嘅香氣嘅。你買嘅時節，人講專門係買嘅豬卡，因為頭都聽講阿婆聽買板嘅啦，嗰啲更加先用磨嘅嘛買油啦。買油唔過客家菜行油嘛更加最主要嘅行係豬卡。買嘅時節有個用嘅本嚟豬卡係做小菜，買嘅時節轉嚟變做買豬卡為主嘅
差不多吼都有那个周休2日考试的时间，因为嗰度北部的啦、中部的人哈会下来，因为嗰时间嗰度好了啊，有时间了，你下来我等下说，是在你面你感觉到有的人说得要带主卡过去，那么有的人来100、200，你抢色主卡，某一天我是办的，里面你主卡都变成个充油，一般的玩充油安尼。嗰时节因为受到我哋周休2日的影响，大家嗰会出来了嘅时节，人下嗰多嘅，就变成好像买主卡嗰好嗰穿嘅嗰油啦，安尼讲啦。唔过啊，讲完嘅讲到一片，我都想到咧，人哋讲是慢慢的主卡，慢慢的主角，人哋去到嘅时节，签到点嘅名嘅扛棒都写得好好，马嘅主角，马嘅主角。唔过我记得印象中。看到人都卡喺扛棒嘅時間，就請印象嗰詞目，人除了個點嘅名嘅，當個還有 logo 呢，個 logo 係阿婆錯冇？錯嘅阿婆。用幫人我按你想到個做個 logo 啊？嗰時節你拄好有啲客家嘅設計師，拄好就同我哋聽書嘅。之前我哋以前買主卡，你會講，係啦，我哋推隔壁海豐嘅共用嘅，係你按你買嘅，裡面我哋想講，唔係我哋嘅主卡，所以就幾好身呢，咁我哋可以做自家品牌出來啊，做埋一天講我哋嘅海豐嘅喏，裡面拄到伊。差唔多16、17年，伊都同我哋聽書設計出我哋嘅 logo 啦、招牌啦、名片啦，還有我哋嘅手提紙袋安尼。都全部行售嘅包裝，都對一片開始，都揾到更加安尼。安尼講好咧，阿婆嘅時節，搶提刺蟲嘅無扛棒啦，無乜嘅。有扛棒。有扛棒。搶寫人家主卡西嘅事。搶伊啲名嘅出來。錯，將頭都講嘅。都阿婆會唔會係慢接數啊？爸爸。爸爸接數。爸爸同媽媽向下接數。爸爸媽媽接數之後，都更加入邊有真係有啲扛棒嘅。全新的包裝，喺度第三台時節，有 logo 啦，嗰度，唐講除了 logo 包裝之外，喺咩還有我哋講嘅 slogan 啊？好，對，有同我哋設計的巧意陳家傳，風味甲萬巒，一個 slogan。很啱好咧，還有請有味道嘅 slogan 咧，個 slogan 也係用喺同人哋包裝當中嘛？有。假如按你話以前阿婆嘅時節買喺富權嘅人嘛，漸漸嘅人家變多嘅啦，睇自從嘅搬到更加嘅點樣嗬，咩有千多嘅人嚇，係攞杯來嘅，攞杯來嘅人嚇，又有我哋本上台灣人啊，還有外國嘅人行喎。有啊，外國嘅人嚇，大部分係哪隻嘢嗰度啊？大部分更加是有嗰度嘅機場茶，西頭嘅機場茶，我背馬來西亞啦、新加坡啦，還有香港嘅人客。喺香港嘅人客咯，生下哋橋面都改合，一定都識到價識到感覺到改好食嘅。馬來西亞、新加坡慢慢茶，有時就會有日本人，如果日本人一定唔係跟團嚟嘅，一定都一定年齡嘅人，自家坐公車過來，嚟一食，前天放來食。自由行嘅人係一定嗰啲係，一定都唔會講中文，講是英文啊，都用。簡單的問題等問一下，我什麼嘅啊？呢，找他一點。你用英文用嘅問語呢？我上一啲呢 ？May I help you？這樣先問安尼問啊？你睇有個 menu 嘛？吼 ，This is menu 啊？沒有，我哋伊哋年來我哋都先冇背 menu 嘅。我過去我哋問pork，然後我哋講half。板機啊，因為我哋 T 恤都會買板機，板機都差唔多200錢安尼。我們有米嘛 soup，我們會有 for free 的米，以後我哋都不用，希望如果是飯啊 rice 還是 noodle。用外國人行就用安尼嘅方式同人溝通，安尼發條都唔談講，嗰度係喺人哋亞洲一片嘅外國人行，彝族、歐族嗰片嘅人行咯。幾年下來家家係陸卡人帶來嘅，希望陸朋友帶來一大量嘅安尼美國人、外國人，一定寫起來因為一定本身都唔到寫主角，喺搶外定嘅主角係對腳一條，都睇落邊，一定外國人聽到嘅數字腳啊，你我唔敢寫，嗰時候差唔多寫1、2塊，唔會改好，唔會改關係外定寫啲方式安尼。歐洲、美洲嗰邊可能佢哋嘅飲食嘅文化同人哋冇共用啊，嗰時候佢哋嘗鮮，咁冇嘅。其他亞洲嘅嗰邊應該會不時來吧？香港有個人客來嘅一下拜嘅。如果原來識個一下拜都會買。
啊，今年用板底讲因的那个店面哦，迄今年这个茶也系唐人讲的。嗰種上網，一定上網啊！他們一定會分享哦。我看到伊家朋友，嗰種來灣滿的時節來，台灣的時節有識煮卡，嗰有名的煮卡，都帶伊家朋友來。啊，你發講你有都講阿婆開始嘛？啊，阿婆開始迄路卡一年聽數古一個店面錯冇？啊，爸爸媽媽接觸啊都見家，所以嗰種人規個路卡攏係做一個煮卡的生意。係差唔多係。啊，除了因為見家生意幾好嘛吼，除了加路卡一年之外啊，還有請人來做鄉下聽數冇？有加愛。哇！啊，那聽數的話，你們員工最久的迄一久的聽到你一久的時間。差唔多有4生日的哦。4生日。對阿婆嘅時節。對阿婆嘅時節。阿婆嘅時節都提下嘅啊。伊拄拄好來無一舊，愈阮俺媽媽接觸誒，啊，愈同俺媽媽鄉下打拼，鄉下攞煮卡啦、切煮卡啦、買人客安尼。安尼發，恁這個路卡誒人啊，天數都更加三推嘛。還有搶誒人啊，工作人員有聽到恁天推第三推冇？更加有啊，嘛係有。啊，一定有誒做誒萬二生人誒、19人誒，愈對俺媽媽跟之前鄉下下來嘅。恁同員工嘅工作人員嘅互動啊，今日有冇嘅特別本印象佢深嘅冇？有更加好，因為東亞嘅時節吼，勞基法嗰種有誒，嗰時候媽媽又講唔地講安用嘅安排呀方面嘅事情，嗰時候都愛睇種，像員工嘅薪水啦、員工嘅排休假啦，因為我哋吼全年無休，嗰時候員工全部要用排嘅周輪嘅，啊嘅排假啦，算薪水都夠麻煩一些。嗰時候本安尼，青島員工也有好處，有咁麻煩嘅地方咧講，太緊用嘅去排一個休假嘅時間，因為平常都幾辛苦嘅嘛，所以冇啊無聊嘅時間，總嘛嘅用辦可以喏，好好嘅休息，真可以來進行個太嘅工作啊，本身亦個好安尼。觀眾朋友。原來慢慢的主角對講嘅今日阿婆開始都更加按多年了呢。不過主角嘅故事還未結束過，好食的料理等一下過來我哋繼續分享哦。前面聽嘅講義來介紹講，原來慢慢的主角對今年路卡開始，有哪條嘅故事，更加呢，今年路卡這個用辦來接受，我哋繼續來請教嘉義咯。嘉義對萬歲開始啊，你係唔係有睇路卡聽書嘅啊？有，各種嘅時節有睇路卡聽書。各種我聽講啊，以前咧做生意嘅啊，可能對萬歲過世嘅時節都開始聽書路卡做生意，還聽到各種，還唔會差呢，因為大家都印象講萬歲聽書做路卡嘅生意啦，嗰度全部都冇寒暑假嘅，錯嘛？係啊，都冇好料嘅。真辛苦，你到畢業之後都繼續睇路卡聽書嗎？還係有出去工作啊？我畢業以後吼，我有先去落班上差唔多半年嘅班，上嘅裡面我結婚咧，我都冇做嘅，都歸嚟路卡，結婚了都上供生意咧，差唔多生意睇嘅幼稚園上幼稚園咧，我都睇路卡聽書。你其他姊妹也同樣嘛，也係有出去工作。我妹妹畢業都出隻睇路卡聽書嘅。路卡嘅生意還係真是有人聽書啦，這麼真是富啦，係啊，規模還好。你嘅話真是有了解講，路卡嘅生意喺樣辦都更加天天嚟，生意都安泰嘅規模。你嘅話你也可以來送一下你路卡嘅料理嘅冇？可以啊，請教嘅呢。好啊。你第一咧，我最重要一定係主角嘛，製作單位已經準備好啲順後嘅。看到有個主角我就想，哇！按獎嘅主角，等下來上關先。不過製作單位佢冇貼心唔啲冇，有個獎有主角嘅，收埋嘅拍翻模範幫。你不看到有個我就想講，有個模範幫實在那個感覺收埋嘅東西，咁啊，哇！你先嚟嘗一下看下先。我先對有個細塊，有個係皮嘅部分嘛。皮嘅部分。哇！觀眾朋友唔看，咚，有個皮新 Q 嘅感覺呢，來蘸一下。像我哋班滿足卡吼，
卤的洗起来如何改扣，伊啊皮改扣，啊卤白底杯全部如猪卡油，猪卡油全部如卤出来的，骨说猪卡洗起来抢个皮，还有给一些肉，安尼骨说个 Q 度的感觉。先有嚼劲啊！嘿，改就 Q，安尼紧炒，行炒唔下拢嘅，唔係講先卤嘅嗰種感覺哦，係種先有彈性，啊緊咬就會一直彈。啊豬卡外頭有無條豬卡筋呢？嗰時候底部還有筋條喺底部嘅。豬卡筋，嗱這一擺糖果呢？啊假如做乜嘅係豬卡筋，啊唔能同譬夾毛用嘅地方係睇啊嘛？像外頭呢豬卡吼，係用豬卡嘅前腳，啊底部有豬卡筋，啊有嘅人吼，伊菜外屯嘅筋挑出來，菜外買紅燒蹄筋，啊外頭呢唔係，外頭呢有嘅人下就講，干人的筋條呢，有除出來嘛都冇，我哋呢豬卡筋全部都係阿婆嘅時節，全部都冇除，啊提地包，嗰時候食豬卡時節有筋條嘅部分，我食起來個球。原來安尼，觀眾朋友，你聽到嘅冇？我幫我第一擺聽到，原來豬卡豬腳，還有豬腳筋係廚房內，佢冇共用嘅呢，安尼有除冇除，會影響到其他嘅口味冇？因為吼嘅豬卡。你會食牙皮、食牙筋、食牙膠原蛋白，啊，連體營用嘅都摕底杯，所以食起來個好食。原來都卡喺豬腳，就係有豬腳筋哦，難怪頭都愛食下嘅時間，你平常嘅豬腳啊食下來，個黏一些，我覺得係皮，其實啊底部還有豬腳筋，怎麼？好。原來頭都食得係個皮嘅部分，原來就食下個肉嘅部分，看下先面頭用嘅，冇用冇。像外頭的豬腳筋吼，伊差唔多按從一支豬腳，差唔多按從的豬腳筋。嗰時候伊啊筋條摕差唔多太呢部分，嗰時候我食喺個太上面嘅片用，如果食到嘅筋條。我覺得係貴質嘅嗰種油呢。哎呦，真是我下一次問嘅製作單位有種清炒飯呢，一定會幫我一碗白飯。原來是經常幫飯。大家看一下哦，有個牛啊！仲嘅皮用，青球呢，唔係跟安尼食下去攞安尼，緊炒緊有嘅肉嘅香味，不過除了肉嘅香味啊，還有嘅蒜頭嘅味是，連蒜頭係用新鮮嘅蒜頭啊，係去打嘛？像蒜頭、香油膏攞去燙，安尼去打嘅。有個人呢將吼伊菜我有落粉豬膏，佢煮起來蒜頭豬膏都冇安香嘅，我哋呢冇，我哋都像落下去安尼拉吧安尼，嗰時候國香。難怪頭都眼。這麼角度一些是，是下一個味道衝上來，難呢。安尼嘅話，除了豬腳啊，原來還有那種特別的料理可以紹介一下。還有嘅我哋客家豆腐、飯條豆腐，嘅買個特別的，係一個飯條豆腐，係，大家有試過冇？飯條豆腐呢，係唔係全部用飯條做嘅啊？飯條攞一些糯米粉，然後我按球。難怪看看來食冇乜共用呢，唔過。剛講嘅看到有個係調油膏，什麼？係，我哋呢調油膏，還有豬卡嘅醬，調油膏，飯條粉。飯條粉，我第一擺食到有種醬飯條粉嘅呢，就先試看下先。真是係飯條豆腐呢。個球有個。哇！係唔係嚟到一片？人哋食豬腳一定會幫嘅飯條豆腐啊！係啊，因為其實我哋也嗰度北埔中部嘅人客，一定都冇食過飯條豆腐嘅，因為我哋客家人呢，嗰時候來到呀，我哋如果介紹一定食過客家嘅東西，如果介紹一食飯條豆腐。真是因為其他地方買唔到。係錯。觀眾朋友，大家知哦，人哋一個飯條豆腐啊，真是係人哋六對客家醬油嘅名字咯。老婆啊，可能食唔到買唔到，一天啊，我收嘅老婆嘅朋友親朋好友來到鴉片嘅時間，我送一下有個名詞，怎麼講呢？一天我來到慢慢批人哋嘅豬腳。哇！除了一個親特別親好食嘅飯條豆腐之外啊，如果還有哪條特別嘅料理啊？還有夾的，涼拌嘅夾的。買外人客家食法。用辦公啊？我哋我客家人會皮薑打細開，啊皮調油落去燙醬汁安尼。薑汁嘅食法，冇錯，韓記的啦，晚上嘅時間，盧卡媽媽啦，又係阿婆，人哋食嘅咧啊，全部都一定會落嘅薑汁，冇落嘅薑汁就冇味道都冇。做怪怪，都冇做怪怪嘅感覺。人哋去到腦部特殊啊，又喺工作嘅時間，我印象嗰次冇第一擺，
看到吉嘞，真欢喜，讲哦，拯救模式的，人哋去点一下，结果呢点好了，用把佢当个去淋人哋嘅讲嘅美乃滋沙拉嗰种嘅，他就啊，原来是亚种嘅哦，真是像人哋客家人會食咁強吃呢，鐵白是親唔關係，不過都更加也是唔關係啦。最正統嘅吼，客家嘅料理行喺落強吃，那客人如果是強吃，是強吃，真是的。你睇下。我每年來食人家嘅客家料理時節，會唔會講人用飯會加落一個薑絲，唔係加嘅美乃滋？唔係呢，其實一定食後嘛，會感覺到一種嘅醬法嘛個清爽。又唔會講美乃滋個油膩嘅感覺，但係人家食接受度蠻高的。大家會同人講，人家嘅用同老輩冇共用，安尼有冇？係啊，因為佢我哋將我哋師傅自家種嘅，自家打嘅薑啊，自家落嘅糖，佢將我哋自家調嘅。米粒要現打嘅，夠新鮮。現調。哇，冇簡單嘅。除了我哋更加看到嘅，條都有食到竹卡啦，飯豆腐，甚至有種有嘅結嘅。點樣講係用呢道貼咧？又係講人哋個傳統一定要食咧客家料理啊。像有嘅拌嘅，炒拌嘅，有嘅人下嘛嗰口食炒嘅拌嘅，係無如炒太蟲，也一定要點嘅。薑絲炒太蟲，也個一定要食咧客家料理。係，還有嘅客家小炒，佢嘛係客家人傳統嘅嗰個食嘅料理。然後係無鹹菜排骨湯啦，然後我哋嘅炸豆腐其實嘛唔會快食。按你嚟講，其實也個食咧，人哋台灣人食咧嗰度嘛，老輩人客我講啊，也係老輩人行來食嘅時間，注意到講今日會點嘅，除了煮卡之外，哪條菜今日個會去點啊？我講人嗬，一看哪個呢？喺個米骨一定都唔敢食太長，因為一定都唔食內臟嘅啊，所以一定都青菜啦、拌嘅還可以啦，係無如譬如豆腐又會可以，係無如在啲炒嘅客家小炒，一定個會接受啦。人要同佢講。本人推薦一下講，試一下人哋有嘅太重啊，同老輩其他冇咁用。係有朋友帶來嗬，都可以啊，因為朋友一定食都好嘅，你都可以食一開。自家鄉一定記嘅，我個人來都唔會點，一定都冇食關係嘅種類廠啊。真是好。個摩擦講，今日少了一次體驗的嗰個機會啦。假如按你頭按你食湯來啊，我是真是感覺人哋客家麵是當好食。除了按你，我想講強調一下，有個應該可以問吧？人哋煮卡，慢慢的煮卡都在用吧，按油面按好食的，因為人哋自家睇路卡攞嘅，去攞杯其他地方食的，都冇像人哋慢慢的煮卡按油。你講唔出來嘅感覺，就會慢慢的煮卡，當係煮卡嘅感覺。攞唔出來慢慢煮卡一種做法。人哋做法都係用乜嘅木用？係嘅，太老白。嘅滷汁又係成年的滷汁，如果見到冇溫呢。攞嘅時間攞些椒啦、香油啦，然後還有嘅攞些糖，嘛有攞一些嘅中藥材。有特製的秘密的中藥的藥包。你嘅藥包可以講一下嗎？有好幾種啦，有差唔多有八角啦，基本上桂枝啊，還有那種可以去腥提味的那種中藥材。按太白係攞啊，佢都按你邊下嘢都見到按你都好嘅嘛。先太火，等佢攞白滾，再過差唔多半點鐘。下晡要做，因為佢太老白嗬，一鍋差唔多可以攞25到30幾。嗰豆煮卡，有一條下晡有一條上面。嗰時候攞嘅時間嗬，師傅差唔多半點鐘，火滾嘅半點鐘，師傅會對下晡嘅煮卡變上來，變到上面，上面嘅煮卡變下去，受熱才會均勻。要不煮卡那麼油會出火爛，油會冇熟。按太白能用咩去變啊？有啲嗰蟲嘅。有點像爬地的那種，那個給你講啊，鏟的啦，有時種鏟的。鐵皮的鏟的，安尼去對待下，安尼撈空變鬆來，有搭皮膠的，有時間種一下膠一下，有一個個蔥油的，我等煮卡貼撈的時間哈，一記煮卡一下肉，安尼包頓腳嘛，我等我提一下背面挖開來貼撈的，因為煮卡很大記啊，挖開來撈，你底部夠黏黏。底部有如果有個中藥包的米絲，就按呢佢當有按到的米絲。有的人係講今日這個撈其實今日冇放啦，撈到最尾嘅時間，因為時間夠久嘛，佢嘅皮會舊空來，佢這個也會閉開來，唔過唔能有挖開來，會加速一個過程都錯。
哇，观众朋友，糖豆鸦片下面真是有感觉万万的主角，同人家目标的地方在哪呢？还唔想听清楚哦，唔怕，休息一下，等一下更多精彩内容同特别的料理方式，继续来请教嘉义咯。好。头都是的好食的猪脚同客家的传统料理，安尼底背又到底还有乜嘅神奇的故事呢？我哋繼續嚟請教嘉義咯。嘉義，安尼頭我哋食的豬腳啊，食的客家的料理，也請教唔同用板嚟做一個豬腳嘅嘛？頭都聽唔介紹嘅時間，佢都問到一件事情哦。我哋啲豬腳啊，喺鮮嘅時間，有貼喺講，我哋豬腳要上到哪種嘅才可以入選？也係講一聽到那種豬嘅才可以，有那種選妃的標準嗎？像我哋豬腳吼，我哋全部都用豬腳嘅前腳。我哋更加有配合嘅工廠吼，伊哋咧豬嘅食起來嘅肉唔可以有臊味嘅。我哋有要求伊哋，如果以為豬腳攞出來係嗰種豬肝吼，無煙嘅話，嗰種我有啲豬嘅豬肉味，有啲鹹味喺裏邊。我哋咧拖嘅豬腳全部唔愛，嗰時候食起來豬腳會個單純嘅做個攤嘅叫做豬腳味絲。安尼講，你哋咧豬腳啊，對阿婆嘅時間開始全部都係對工廠嘅來嘛？冇，嗰時節一開始吼，阿婆去慢慢嘅市場買豬肉嘅，一擔一擔去數豬腳。裡面吼，個當然慢慢嘅時節，豬腳個有人愛買嘅時節，個大量嘅時節，你請到工廠來同我哋做豬腳。一等做入去，同我哋豬腳吼毛去掉了，燒一下燒烤它表面的毛，去血水，有急速冷凍誒，嗰時見到嘅豬腳來嘅時節，全部冷凍好誒。我哋如果差唔多前一年下晝4-5點嘅時節，如果豬腳再出來推餅。推到聽今年的早晨差唔多3-4點，我哋咧師傅如果來豬腳，差唔多攞2-3點鐘，差唔多6-7點，豬腳都好誒。哇，其實按你談紅來啊，豬腳嘅前置作業吼，我哋講嘅食材嘅部分，對工廠嘅來，談紅來清清槍咧吼，佢裝咧好，本人冷凍，冷凍後再來攞，有個過程之中，感覺係清香，唔係講我哋傳統可能夠接觸外面的傳統市場的這種夠衛生方面可能就比較顧慮啦吼。工廠的來，感覺佢種的衛生夠好，你們工序也就比較少一點，你夠準備好了，夠唔會按麻煩。你會推餅都可以攞誒。唔過攞嘅時間係夠長嚟吼，然後本件黏味。唔過你料理包，我而家講人頭頭係講用嘅膏子嘅就可以翻嗰種。白的嘛，錯冇。唔過你喺翻嘅時間，人豬腳唔怕，豬腳本身都會破嘛，嗰種。腰包呢？腰包假使講冇注意到，總比破掉了用辦。嗰時候阿媽吼，阿婆嘅時間，你想講用抹的。你會寫下嘢拍攝的嗰種抹的。唔抹的，肉包種抹的，唔係豬腳種抹的。係抹的底部包種肉，再塌起來，去攞嘅時間嘅。把地體變嘅時間吼，你唔會同嘅肉包用破。因為抹的也夠破，吼，咁唔會講佢破。要透氣，佢底部種肉才面絲又會出來。阿婆很厲害呢，我第1堂到肉包係用嘅抹的，安尼都從去種嘅，係有一個好嘅方式嚟。安尼方唔能講嘅滷汁，我能講嘅滷汁啊，保存其實唔能用冇貼喺去變嘛。冇，佢全部都是老滷汁，佢冇貼溫呢。你用嚟保存唔會壞嘅咯。嗰時候阿婆佢聰明，我哋呢攞嘅滷汁吼，米得差唔多下煮4-5點，比再冷過，等冷滾一擺，你佢不用都聽你走神。人哋也係一種傳統嘅方式，米甲阿婆親像都會按嚟做呢。以前咧阿婆然後見人全部媽媽時就講，攞埋嘅東西是太風啊，其實短暫時間唔是變到變相，也係冷凍後，
滚一摆，滚比吼轻滚太滚的安尼，不用人诶，其实唔会坏，不用伊按步都工业也唔会坏呢。不用都听工业。哦，那个真是迄妈妈的智慧。系啊。安尼来讲，竟然都更加已经第三胎吼，调做除了米土有流传下来之外，唔能睇做偏花的时节，会唔会同卢卡其他的人有一些白嘅人讲嘅意见不合啦，也系冲突的部分啊？有啊，像真噶，我同妈妈强下提做还有妹妹，妈妈的做法如果像讲人下来点样方嘅，我如会帮伊设猪卡，炒菜帮伊设。不过人工地包同人工之间吼，有一些人工的排假啦、劳基法啦，各种东西，妈妈都讲唔掂。迄么就是员工的教育训练，也冇个重要。迄么有诶人行以来诶，有诶人工唔知道要做乜嘅，迄么有一些细节冇做按好诶，然后导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客人不满意。工作上也唔会顺利啊。对，工作上唔会顺利啊，有一些人行路唔会给嘅地方吼。我感觉到也一部分就要做一个很完整的员工教育训练。可是因为妈妈吼，以前嘛係冇托乜嘅事。里面都屯甲本爸爸，都屯阿婆买猪卡，伊冇出去上课，冇出去受训练，冇出去上过班，伊都唔伫等讲，更加有一些教育训练啊，一些流程的 SOP， 伊都讲唔伫。唔到我从不是我出去吃饭。去太传堂啊，食饭你看，叫做人工啊，迄么伊哋咧送菜啊，总嘛可以安顺啊，唔好出嘛个太差错。我想讲，我哋点嘅方吼，不是有啊，伊还有人还有用嘅，人还有用嘅，我有感觉到有嗰太部分要做好员工训练。我讲妈妈讲唔掂，嗰时候一部分有时节如果同我妈妈意见不合，如果讲到叫有嘛个好讲嘅，你人下来如果问人工用嘅啊，我安尼啊，不过我妈妈讲，嗰时候。我妈妈喺冇路嗌，喺冇路嗌妹妹，我哋3个人一天我永遠提點嘅方，米方安尼看。不過更加上班，更加太刺眼，更加傳統那有啲安尼咯。伊條間那是企業提給看幾年的咯，錯冇？全部搞到下邊各個職位的人各司其職。不過我哋點樣好冇？他搞到共用嘅職位，我都感覺到也部分應該改一下。可以幫人哋點樣方那個整個流程啊，會比較個順一些。嗰種人也係好好嘅討論好嘅，更加都安尼走到新嘅方式開始經營嘛吼。因為冇唔錯啦，以前阿婆媽媽見人嘅時代，可能社會冇按進步，大家對服務一個部分吼，都冇按重視啊。大家講東西好食啊，健康吼，唔能人情味啊，有一個部分啊，大家都會感覺真滿意嘅。更加社會冇共用嘅啊，大家出來個重要嘅講，服務嘅部分用埋生意會個順利啊，本大家有一種賓至如歸嘅感覺，就會個重要一個部分，能好好講，其實一個對企業嘅經營也個有幫助啦。唔過談到條都唔講，有人客冇滿意嘅部分啊，人客有印象講人客個挑剔嘅部分係點嚟？像是有時節吼，摕切豬卡，豬卡人客托嘅一個人客以為我切架托豬卡，伊托嘅吼，以為企業摕嘅看切，迄麼以為地波食得伊嘛強哦，以為企業摕嘅看切，切係規矩嘅，天頓放入去，我摕嘅看，其實豬卡吼，有時節嗰度有牆嘅。五強，等，五強喺含前攞嘅時間，人哋可能看得出來吼，佢嘅表層有嘅冇共用，攞開唔係共用規矩，安尼無所用，因為講得出來。喺我以為五強吼根本就貼地背，伊冇貼表面嘅皮嘅片，看嘛看唔出來。我切嘅時間，人看到佢開有五強，喺我以為吼更加工廠貼嘅除毛啊，佢冇有嘅地方唔係個清槍嘅，我哋咧切豬卡嘅人貼看到嘅，如果削係得去，因為佢冇識打。唔可以食，但所以佢冇食，我哋都切下地去，再補可以食得肉，還人下。有啲人下如果唔啲嘅，如想講唔啲條切嘛嘅東西拿起來安尼。佢個明到講我偷一隻按太雜嘅，結果用嘅爽落嘅時間全都按嘅。其實先將按嘅時候，唔加絲係唔係同人順嘅共用按嘅。有啲人下會按嚟笑。唔能夠同人下講，有一個冇共用嘅部分。你係看到人下嗰條看吼，我會主動。講有嘅豬卡切嘅時間有長地地波嘅，唔過佢唔可以食，我哋都燒開地去，咱不過可以食嘅東西玩。真是我好好講，因為有時間冇注意到嘅部分啊，就會造成人哋講嘅消費糾紛。青島年話嘅講，其實青島料理啦，也係
去配的地方吼，俺哋冇注意啊，真是也天白去拢唔知啊，看到就想讲哦，安太脏，等下一定清太盘嘛，结果冇注意，跟洗盘咧，结果迄骨头又冇俺哋底下讲主卡，佢个骨头安太脏，我想讲奇怪，俺喺腳迄唔係本人亂講。係唔會，我哋唔會安尼。哦，安尼假如迄咩有年下都唔能記迄個時節啦，佢看到主卡吼已經落好誒嘛，啊，當個睇個吹天鳳山，迄冷冷誒，佢會講，原來上海是落好誒個小小含冒煙誒嗰種誒。有啊，嗰度年下嘛要上色小誒主卡。啊，我怕現場落一百本機啊。冇法度，叫我等2-3點鐘呢。係，咁我如果同伊講吼，迄下禮拜一來嘅時節，打電話上先來問看下是，因為我哋嘅主卡吼，迄平常時冇攞按到主卡，差唔多攞到1-2點。你唔會再攞誒。啊，我看時間，啊，明年我哋會去甲看狀況，看今年嘅主卡夠好買哦，你再叫變1-2幕安尼，迄冇路差唔多路安尼誒。真是每一年嘅口味吼，甘薯都冇用咯。不過吼，甘薯嘅都係人店嘅方嘅用心啦，吼。對於包裝款式、料理，然後到內容，甚至於講提升一個後輩服務啊客戶嘅部分，人都用睇注意呢。啊，你對未來嚟有冇嘅規劃啊？下禮拜啊，店嘅方有冇嘅新嘅規劃冇？店嘅方更加好，員工嘅訓練又開始提做嘅，唔過我覺得好還有幾多要注意嘅地方。啊，以後吼，其實之前嘛有幾多人聽聞講可以加盟啦，可以開分店啊，其實我嘛幾想。迄等以後我哋呢標準 SOP 出來嘅，啊員工的制度有出來嘅吼，我嘛幾想講以後可以擴大經營，可能到整個台灣省都可以有分店。唔可以差呢，安尼下禮拜可能老闆人下可能睇 PV， 哦也可以試得到享用美食嘅慢慢煮腳。哦，哇好，觀眾朋友，今日啦食嚟按好食嘅料理同行嘅按精彩故事，係咪感受到慢慢煮腳有個品牌真是冇簡單呢？啊，最重要嘅呀，大家記得哦，來到我哋慢慢也係6個月時間，盡量支持我哋菜地嘅文化，支持我哋菜地嘅產業噃。再一次感謝嘉義，今日帶來按精彩故事同好食的料理，感謝哦。好，謝謝主持人，謝謝觀眾朋友，下次有空來慢慢記得來請我哋食主卡，食好食的客家料理哦。繼續，我哋食得好食的料理，就會聽段時間來沖一下冇一邊一太口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為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今日運動嘅冇，請放起來，同先生來同下運動哦。今日先生要教嘅係彈力帶健身操，來請準備咧彈力帶，差唔多按呢長度啊可以捲起來，來做一個暖身。喺前面點，加鬆骨，臀先生慢慢地做。也運動呢，體育卡還有康體師的時間，仲可以做哦。更加來數神車，做一個扭轉。
慢慢的数过来，更加来准备来等呢，来坐下来。今日要训练的是着重在手背运动，像卷起来拿好，好扩胸运动，绑来数过来，训练你的肌力咯。你可以绑一种好，很适合你的一个肌耐力的训练。磅数越重的呢，也阻力就加过大。好，像老人家，好刚开始练这个弹力带的，你可以选择较薄的，阻力就加过小，比较容易。所以打出来哦，不会感觉讲的手臂开始过软呢。加上挺脚，挺胸来，舒臀脚通下。好，更加臀的手一只手柄的腰的，一只手臀。另外一端绑好，好，从拔剑这个动作叫拔剑哦，手打侧往上面拉，好了，做四下，一、三、七、六、七、八、九、十。好，更加来弯片，一只手柄的腰的。好，如果我们的弹力带不够长，你按你绑就可以了。如果它够长，你可以卷一圈，然后一个起来。按那个，以防万一吼，会放掉。来拔剑，七、八、九、10。好，那我们拔剑的时候，嘎松脚勾起来，给轰来，拉到我们的后剑肌群，一弯脚，臀线上，慢慢的走。9、10，来弯片，做拔剑的动作，加上脚的脚，来1、2、3、4、5、6、7、8、9、10。好，
我们来训练你的腹肌，让下来，一样，来，可以的，再往上，好，走10秒钟了，停留10秒钟，1、2、3、4，要继续呼吸哦，7、8、9、10，好，慢慢的放下來。好，還記得按呢，前面教的嗎？擴胸運動，可以的話，旁邊再綁重來。好，按不可以的，短短唔怕，看你的肌力哦。好，1、2，要記得要拿好來哦。好，夾挺腳，夾上你腳挺空來。平常佢看電視時節都可以做嘅哦，哈，又簡單又容易。安尼可以瘦手背哦。好。來做一個延展，雙面看，放下來，來，側彎腰，我來中間，來彎片。過來，還記得你拔箭的動作嗎？一隻手表演的葉位，一隻手像拔箭用的，喺上面綁上去，斜前綁上去。好，彎來彎片，更加數愛騰腳，好，腳放來，腳放來，把箭夾腳腳。彎片，3、4、5、6、7、8、9、10。今日的動作好唔好呀嘛？明日要記得團線上來做運動哦，好好運動，還能下擺能來了。